點樣開通 WiFi Call 服務？完成開通需要兩步：一喺 Ing Mobile 官網嘅個人中心開通；二喺手機設置中打開。一喺 Ing Mobile 官網嘅個人中心開通。首先進入 Ing Mobile 官網，點擊個人中心，選擇帳戶信息，進入帳戶登錄界面，登錄自己的 Ing Mobile 帳號，點擊業務辦理，選擇 WiFi Call， 進入開通界面。在此你可以查看 WiFi Call 的開通優勢。開通後，你將無需擔心信號問題或通話質量，還可以為你節省通訊費用。最關鍵的是 WiFi Call 非常便捷，你不需要下載任何額外的軟件或設備。點擊免費開通，即可進入申請界面。在此處填寫你真實有效的美國地址，然後點擊提交。顯示此頁面則表示你已經開通成功了。點擊返回，回到 WiFi Call 界面。當開通狀態顯示為已開通時，則表示你已經點開通此服務。你還可以點擊下方的申請關閉，隨時關閉 WiFi Call。二喺手機設置中打開。接下嚟打開手機設置中嘅 WUT 網絡，點擊對應嘅 SIM 卡，打開 WiFi 通話，就可以使用此服務了。想了解更多有關 Ing Mobile 的使用教程，請移到我們的主頁觀看。